大家好啊！今日2025年嘅6月12號，香港近年嘅詐騙案件數字就急升，警方咧亦都全方位反詐騙，全城處處就見大量嘅提子宣傳，警惕市民要提防騙子。琴日咧就爆出一單疑似學聯解散嘅虛假消息，唔少傳媒都中咗招，公眾被騙，製造咗社會嘅不安同埋混亂，擾亂咗秩序。但係至今未見官方開腔嚴厲譴責，或者一啲愛國愛港嘅立法會議員、政黨等對呢件事表達關注。有傳媒形容呢件事就係羅生門事件，背後咧就涉及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嘅爭鬥。但係無論個背景幾複雜，官員一直都強調犯法就係犯法，違法必究，又強調打擊虛假信息同埋詐騙絕不手軟。假如當中係涉及虛假陳述等違法行為嘅話，警方係有責任主動查清件事，向公眾有個完整嘅交代。琴日傍晚時候有人就以學聯名義向傳媒發出咗一份新聞稿，就話學聯召開咗緊急會員大會，決定即日解散，並且提及嶺大學生會賴卓賢、吳泰林等4人被捕件事，指佢哋涉及喺2023年向警務處牌照課申請更改成為學聯嘅負責人，以及更改學聯名下銀行戶口嘅簽名。嗰份新聞稿就話兩人被捕，銀行一直就未有取消兩個人喺學聯戶口嘅簽名，無法保證款項得到有效嘅監察，決定由即日起解散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並向警方申請撤銷學聯嘅社團註冊，同埋將學聯嘅銀行款項全數捐俾公益金。警方據傳媒咁講啦，就話直至琴晚6點咁上下咧，都未收到呢個申請。本身係嶺南大學學生會學聯代表團嘅當然首席代表嘅賴卓賢隨後就發出咗個嚴正澄清，就話有不知名嘅人士冒充學聯發新聞稿，澄清就話學聯權力機構嘅代表會同埋常委會從來冇作出解散嘅決議，亦都對發布該段信息人士嘅身份毫不知情。賴卓賢喺個聲明就話，近年多次出現過假冒學聯名義偽造會議記錄，作出更改社團幹事嘅申請等，圖謀取代現任幹事，更改銀行帳戶嘅簽名，以盜竊呢個學聯嘅資產等，曾就呢啲事報咗警。此外，呢個學聯多名嘅學生代表多次亦都被跟蹤偷拍，家人多次收到威脅字據信件。佢又指出，如果相關人等係關心真心愛國愛港，就更加應該好好遵守香港嘅法例。賴卓賢今早喺一個電台節目講返呢件事，亦都提到一家名為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就話學聯同呢個基金有限公司而家有一啲法律糾紛咁講。學聯解散嘅羅生門事件係咪真係同學聯同埋呢個所謂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佢哋之間嘅法律糾紛有關？目前咧就並未清楚。而家嘅學聯可以咁講，都已經係今非昔比。近年專上院校學生對咧組織自己嘅學生會，亦都睇到係意興闌珊。而家學聯解散風波呢個消息相當混亂，
唔少電子傳媒琴晚未收到呢段新聞稿，可能都真係未有作一啲嘅相關查核，就報導咗出嚟嗰個解散嘅內容，部分其後亦都冇真係好清楚咁去澄清翻呢段消息。更加唔好講話跟進，搞清楚成件事嘅來龍去脈，背後仲有啲咩嘢？整件事可能就咁就不了了之。但係假如賴卓賢喺聲明所講係屬實，近年已經出現咗多宗假冒學聯名義嘅違法行為嘅話，琴晚又再有呢段解散嘅假消息，呢啲其實都係屬於明目張膽嘅違法行為，亦都可以咁講係挑戰緊香港嘅法律同埋政府執法嘅決心。係咪可以就當係冇發生過呢？學聯全名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喺1958年5月正式成立。過去嗰就係67年啦，見證咗香港嘅學生運動嘅興衰起落。2019年反修例風暴之後，大學就被視為重災區，八大院校嘅學生組織凋零，唔少多年都冇人上莊。學聯嘅情況就更複雜混亂。早前亦都仲有呢個嶺大學生會成員被捕嘅事件，琴日又再爆出呢段即係解散，所謂解散嘅消息。真真假假當中係咪涉及違法行為，至今仍然未搞得好清楚，一片混亂。呢個對學聯同埋社會都並非好事，亦都令人對香港學運嘅發展同埋整體嘅現況感到難過。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